唔知你有冇發現一個好離奇嘅現象？有啲人研究彩票，研究咗成世紅波、藍波走勢圖、單雙數奇偶比，甚至仲用試算表做過回歸分析，期期都買，風雨不改。結果呢，連5蚊雞都未中過。但係有啲人，你真係想掟佢入黑名單，人哋不過係經過投注站，順手買一張，號碼仲要係電腦揀嘅，就嗰張飛中咗頭獎。你身邊有冇呢種人？或者你碌手機嘅時候有冇碌過呢類新聞？公司清潔阿姐中咗500萬，第2日即刻辭職返鄉下。每次呢類新聞下面留言永遠係同一個畫風，點解唔係我？我買咗幾十年，點解啊？老天爺你開下眼啦！我好明白呢種心情，因為嗰種被運氣遺棄嘅感覺真係幾無奈嘅。但係今日呢條片，我要同你講一句你可能從來都未聽過嘅真話。你以為呢啲只係純粹嘅運氣咩？唔係，喺我哋祖先留落嚟嘅八字命理當中，呢個根本唔係巧合，而係一種非常特別嘅命格信號。我將呢種命格叫做天才橫發格。有呢種命格嘅人，佢有個好神奇嘅現象，佢嘅財富平時係鎖住嘅，同普通人冇乜分別。但係一旦去到特定嘅年份、特定嘅月份，就好似有一條鎖匙將道門嘭一聲撞開咗。嗰陣時，錢會嚟揾你，你想擋都擋唔住。唔係你去追錢，係錢追人，你可能會諗，咁我點知自己有冇呢種命？唔使急。今日呢條片，我吉堂八字命理、生肖地支，仲有流月磁場，一次過同你拆到透。邊種八字天生帶住呢種中獎基因？邊種人呢個8月嘅偏財運會進入全年嘅最高點？仲有，如果你命入面冇偏財，有冇啲乜嘢辦法可以後天補翻上嚟？全部喺呢條片講俾你知。而且呢條片有一個部分係專門講邊幾個出生月份嘅人喺8月會迎來一波橫財開門嘅窗口期。如果你啱好喺個名單入面，錯過呢條片，你損失嘅可能係你自己都諗唔到嘅一筆錢。所以唔好急住劃走。睇到呢度嘅朋友喺公屏上面打一個接字，就一個字接。你知唔知點解叫你打呢個字？因為玄學入面有一個概念叫做同頻共振偏財呢樣嘢，佢特別中意靠近能量場飽滿、心態敞開嘅人。你打出呢個字嘅時候，其實就係向周圍釋放一個信號，我準備好咗，我願意接住嗰啲計劃之外嘅好運。呢份能量場一旦建立咗，你就會發現好多嘢真係會慢慢向你靠攏。另外，如果你願意嘅話，可以順手點個訂閱，唔係為咗我，係為咗以後每個月嘅財運變局，你都夠膽第一時間收到提醒。呢個就等於幫自己請咗個免費嘅財運小參謀，唔會細底。好，我哋正式開始。喺開始講具體特徵之前，我覺得有必要先將呢件事同大家講透。偏財到底係乜嘢？好多人一聽偏財呢2個字，個腦就浮現出彩票、股票、意外之財，甚至有人將偏財同不勞而獲畫上等號。我同你講，呢個係一個非常非常大嘅誤解。喺八字命理學當中，財分為2種，正財同偏財。乜嘢叫正財？正財就係你透過本職工作固定勞動取得嘅收入。你今日返工，老細月尾出糧俾你，呢個係正財。你開咗間早餐店，每日朝早4點起身搓麵粉蒸包，賣一個賺一個嘅錢，呢個正財。你接咗個設計項目，挨咗3個通宵做出嚟嘅稿費，呢個都係正財。正財嘅核心係乜？以勞換得，你付出咗時間、體力、努力、精力換翻嚟嘅報酬。佢穩定細水長流，但天花板都相對固定。三命通會入面講，正財者身強而財旺，一生安享。即係話正財可以令人安穩富足，但係大富大貴，正財一個人係揾唔到嘅。咁乜嘢叫偏財？偏財同正財完全唔同。偏財喺命理學入面嘅定位係眾人之財、流動之財、意外之財。佢唔係靠你一分耕耘一分收谷換翻嚟嘅，而係靠機緣、靠其勢、靠磁場、靠一個巧字。譬如話你投資一個項目賺咗一筆，呢個係偏財。你做咗一個副業，啱啱好踩中咗風口，3個月賺咗過號3年嘅錢，
呢個係偏財，你隨手買嘅一張彩票中咗，呢個都係偏財。甚至有人莫名其妙收到一筆遺產，有人還錢，有人介紹咗一單大生意俾你，全部都屬於偏財嘅範疇。正財係你去揾錢，偏財係錢嚟揾你。八字命理當中有一句非常經典嘅說話，叫偏財透幹，其人財藏富，其財豐厚。即係話一個命帶偏財嘅人，為人通常大方，唔計較細眉細眼，人緣好。而佢真正嘅財富唔係擺喺明面嘅，而係收埋喺財富入面，平時睇唔到，一旦被沖開，嗰個數字可能會嚇你一驚。我講個真實嘅案例俾你聽。前2年有位朋友嚟揾我睇盤，佢當時特別焦慮，佢話自己辛辛苦苦打咗10幾年工，存款唔夠20萬，眼睇同齡人一個一個買樓買車，佢連首期都俾唔起。我開咗佢嘅八字之後，發現佢命入面其實有偏財星，而且係透喺天干上面嘅。但佢前面嗰40年行嘅大運一直係喺度壓制偏財嘅位置，所以一路都起唔到。我同佢講，你再等2年，等到癸卯年大運一轉，你嘅偏財大運就正式啟動。結果舊年佢傳信息俾我，話佢同朋友夾份做咗個細項目，本來冇抱咩希望。結果嗰個項目踩中咗一個好細嘅風口，3個月分到佢手上嘅錢，仲多過佢過去10年儲落嘅總和。佢同我講咗一句說話，我印象特別深刻。佢話原來錢真係會自己嚟揾你，但係我要同你講一句好真實嘅說話，好多唔識命理嘅人一聽到偏財對眼就發光，但命入面冇偏財嘅人一生平平淡淡，但都唔會出大事。命有偏財但身弱嘅人先至係最危險嘅。乜嘢叫身弱？通俗講就係你嘅能量場、承載能力、心理質素撐唔起嗰筆錢。古人有一句話總結得特別好，叫財多身弱，富屋貧人。點解呢？即係你間屋入面堆滿晒金銀財寶，但係你呢個主人太弱，根本守唔住，錢嚟咗你都拎唔走，拎得走都留唔住，留得住都實會出事。先我唔係嚇你，你去睇下嗰啲中咗彩票頭獎嘅人幾年後過成點？國內外都有大量嘅追蹤調查，有人中獎之後大魚大肉3年破產，仲窮過中獎之前。有人俾親戚朋友睇中借錢嘅驚價嘅詐騙嘅，全部湧晒過嚟。有人心態失衡，辭埋份工離埋婚，最後孤零零一個人。呢啲人喺命理上好大機會就係身弱不勝財嘅典型案例。錢唔係福氣，反而變咗災助。所以我今日講偏財，唔係煽動大家去投機去賭錢。玄學嘅本質係令人認清自己，而唔係令人迷失自己。喺我睇嚟，正財同偏財冇高低貴賤之分。正財係你嘅基本盤，偏財係你嘅可能性。一個有智慧嘅人會先收好正財，將自己嘅專業做好，將個飯碗攞碗，再等偏財喺合適嘅時機、合適嘅流年，順勢而為，捉住嗰啲計劃之外嘅機會，而唔係日日夜夜買彩票、搞投機、發夢一朝富貴。嗰啲唔係求偏財，嗰啲叫做交智商稅。好，前面嘅嘢講完，而家進入正題，萬中無一。天生中獎命嘅4大八字特徵，你可以攞出你嘅出生年月日，或者回憶一下你過去嘅人生經歷，一項一項對。第一特徵，命帶偏財透干。乜嘢叫透干？八字命盤由天干同地支組成，天干有10個甲乙丙丁戊己庚寅辛壬癸，地支有12個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。你出生嘅年月日時各對應一個天干同一個地支，加埋8個字，呢個就係八字呢個名嘅由來。所謂偏財透干，就係你嘅天干入面出現咗偏財星。聽唔明唔緊要，我講一個你哋聽得明嘅標準。如果你嘅出生日天干係甲木，咁偏財就係戊土，日主係乙木，偏財就係己土，日主係丙火，偏財就係庚金，如此類推。但你唔使去查，我話個更簡單嘅判斷方法你知。偏財透干嘅人通常有呢啲性格特徵，直覺特別準，尤其是對機會嘅判斷。有啲嘢你講唔出點解，但你就係覺得呢件事搞得掂，結果往往真係得咗對錢嘅嗅覺，好靈敏，唔係貪錢。
而係你天生知道啲乜嘢值錢，乜嘢會升，乜嘢有潛力。人緣好大方，唔計較細錢，使錢嘅時候唔孤寒，所以人哋都願意將好機會分享俾你。仲有一個好明顯嘅標誌，你經常估中嘢，隨便估個數字，估個結果，無端端就估中咗。如果你符合以上2至3條，恭喜你，你嘅命盤入面好大機會有偏財星存在。你唔係冇偏財運，你只係仲未去到對應嘅流年同流月。第二特徵，逢辰戌丑未財富被沖，呢條好關鍵，大家留心聽。喺12地支當中有4個地支被稱為四庫，辰戌丑，未辰係水庫，戌係火庫，丑係金庫，未係木庫。庫係乜？就係倉庫金庫。你嘅偏財平時就鎖喺呢4個倉庫入面，但問題係倉庫嘅門平時係閂埋嘅。你命入面有再多嘅財，道門閂埋，你都攞唔到出嚟。咁幾時道門會打開俾人沖嘅時候？所謂沖係地支之間嘅一種作用關係，譬如辰戌相沖，丑未相沖。當你嘅命盤入面出現呢種沖嘅組合時，就等於有人用一把大修，砰一聲將倉庫道門撞開咗，入面鎖住咗幾十年嘅財，全部一次過揾晒出嚟。呢個就係點解有啲人一生平平無奇，突然喺某一年某一月莫名其妙就發咗一筆橫財嘅根本原因，唔係佢變咗，係佢個庫俾人沖開咗。我再講一個我遇過嘅真實案例。前幾年有個做建材生意嘅朋友嚟揾我飲茶，佢話嗰年佢生意特別順到咩程度？有個大工程項目，本來已經俾咗第2間公司，點知臨簽約之前對方反悔，轉頭嚟揾佢。嗰一單做完，佢純利潤接近7位數，佢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，話啲鋪運氣嚟得太突然。我開咗佢個盤一睇，嗰年啱好係佢財富逢沖嘅年份，而且係水庫俾人沖開，佢本身又係做同水有關嘅行業，兩股力量搭埋一齊，嗰個能量就爆發晒出嚟。關鍵嚟啦，8月係咩月？8月地支係辛，辛金屬金，金對應嘅庫係丑，即係金庫。所以8月份對命盤中大丑嘅人嚟講，辛丑相生，金嘅力量被極大咁加強。如果你嘅財富啱好係丑庫，咁喺8月你嘅財富就會被呢個辛金嘅力量沖開或者引動。邊啲人最容易喺8月偏財爆發？生肖係牛嘅人，本命帶丑庫，辛月引動，出生喺農曆12月嘅人，月令帶丑庫，日支或時支係丑嘅人，命盤自帶丑庫。如果你係以上3類人之一，8月份你要特別留意，可能會有意想不到嘅收入進駐。講到呢度，大家可以回憶下，你喺過去呢幾年入面，有冇邊個月突然莫名其妙得到過一筆計劃之外嘅錢？哪怕係收咗個大利是，或者買彩票中咗少少獎。如果有，你可以將你嘅生肖或者出生月份留喺留言區，我睇到嘅話會抽時間幫大家睇下。你係咪屬於呢種易發橫財嘅體質？第3特徵，面相與氣息前兆。玄學唔止睇八字，好多時喺偏財到嚟之前，一個人嘅面相同氣息會提前發出信號。祖先喺呢方面累積咗非常豐富嘅經驗。我將最常見嘅幾種橫財前兆列晒出嚟，大家可以自己照客鏡印堂發亮。印堂就係2條眉中間嘅位置。如果最近你照鏡發現印堂呢個位比平時光亮，甚至有隱隱嘅反光，冇任何暗翳、暗瘡、疤痕，呢個係非常好嘅徵兆，代表你嘅運勢正在上升期，貴人財運都喺度向你靠近。耳珠顏色變化，耳珠如果突然變得比平時紅潤、飽滿發熱，喺玄學中呢個係財運臨門嘅信號。好多老派嘅上司見到一個人耳珠發紅，第一個反應就係最近有偏財入住啊！最近成日夢見水，水喺5行中代表財。如果你最近成日夢見大江大河大海落雨沖涼游水，恭喜你，呢個係你嘅潛意識話你知，你嘅財星正在活躍。左眼跳，民間有句說話叫左眼跳財，右眼跳災。雖然呢個冇嚴格嘅命理根據，但從商學嘅角度嚟講，左邊屬陽主進，右邊屬陰主出。如果最近左眼跳得比較頻密，可以當佢係一個正面嘅信號。
身邊嘅人突然間揾你合作或者介紹生意，呢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前兆。偏財嘅本質係眾人之財，佢唔係從天跌落嚟嘅，而係透過人呢個媒介傳遞過嚟嘅。如果你最近突然有人聯絡你，介紹項目俾你，拉你合夥，唔好即刻拒絕先聽下，話唔定就係你嘅偏財通道打開咗。第四特徵，大運與流年嘅偏財疊加。前面3條講嘅係命同運嘅靜態部分，呢條講嘅係動態部分。乜嘢叫大運？命理學中每10年轉一次大運，你行緊偏財大運嘅10年入面，整體財運就會比平時更好。乜嘢叫流年？每一年都有一個對應嘅流年干支。乜嘢叫流月？每個月嘅運勢都會有起伏。當大運行偏財，加上流年遇偏財，再加埋流月沖開財富，呢3樣嘢揼埋一齊嘅時候，就係天時地利人和3個條件全部滿足晒。呢個時候就算你乜都唔做，錢都會無端端嚟揾你。所以我經常同人講一句說話，偏財唔係求翻嚟嘅，係等翻嚟嘅。你將自己準備好該來嘅，一個都唔會少。講完4大特徵，我知道你最關心嘅係乜。咁我到底有冇好？我而家就按照12生肖一個一個同你拆解8月嘅偏財運勢，你到底屬於咩水平？我會將12生肖分成3個梯隊，暴富組、穩健組、避坑組。先睇暴富組，屬鼠嘅8月辛子半合水局，水同金係相生關係，你嘅整體能量場喺8月非常活躍。偏財方面，呢個月可能會有意外之財，從合作渠道或者朋友介紹當中出現。要注意嘅係唔好貪多，見好就收。屬牛嘅，我前面講過，丑係金庫，8月係新月，新金嘅力量會直接引動你嘅財富。呢個月對你嚟講係全年偏財運最高嘅月份之一，尤其係龍邊7月尾到8月中呢段時間，你可能會收到一筆計劃之外嘅錢，譬如話拖咗好耐嘅數，突然到召有人還錢，項目分紅提前發放。開運建議多啲同屬鼠、屬蛇嘅人接觸，佢哋可能係你呢個月嘅偏財貴人。屬龍嘅，神係水庫，8月辛金生子水，水庫嘅能量喺8月非常充沛。對於屬龍嘅人嚟講，8月嘅偏財更多體現喺投資回報同副業收入上面。如果你之前投咗咩項目，呢個月可能會有回報消息傳嚟。再睇穩健組屬虎嘅人木喺新月受到一定嘅克制，整體能量有所收醒。呢個月唔適合進取求財，適合守成。偏財運唔算突出，但主業收入會比較穩定。屬兔嘅卯木同辛金冇直接嘅衝合同關係，整體屬於不溫不火嘅狀態。呢個月偏財方面冇太大嘅爆發點，但都冇明顯嘅破財風險。屬蛇嘅巳火同辛金係相合嘅關係，巳辛合水，水主財，所以屬蛇嘅人喺8月都有唔錯嘅偏財機會，尤其係喺人際關係入面容易得到意外龍贈。屬猴嘅值月生肖本命月，辛金嘅能量雙倍加強。如果你屬猴呢個月嘅偏財運勢可以話係全年最高峰，尤其係你嘅八字日主帶有辛字或者出生喺新日新時，呢個月嘅偏財機會比你想象嘅仲要多。但要記住我前面講嘅身弱不勝財，越係錢嚟揾你嘅時候，越要穩住心態，唔好膨興。屬雞嘅酉金同辛金係比和關係，能量相勁。8月屬雞嘅人偏財運勢屬於中等偏上，尤其喺偏財投資方面可能會有啲短線機會，但要控制注碼，唔適合全部壓晒。最後睇避坑早熟，買切午火喺新月火克金，呢個月容易因為衝動決策而導致唔必要嘅財務損失。唔係話你完全冇偏財運，而係風險同機會並存。我俾個建議你，8月無論聽到咩穩賺不賠嘅項目，擺低3日先再做決定。屬羊嘅未土喺新月受金洩氣，偏財方面容易遇到睇落好靚，實際上好伏嘅陷阱。建議呢個月睇多過做屬狗嘅，戌土同辛金之間冇直接嘅作用關係，屬於平運。8月偏財唔會太差，但都唔會太好。穩主穩打就好。屬豬嘅亥水喺新月得金生，能量強勁。8月份屬豬嘅人偏財運比較旺，
尤其係喺外地遠方互聯網方面容易有意想不到嘅收入。但有一點要注意，水多木浮代表唔夠穩定，錢嚟咗之後點樣守住，比點樣揾到更加重要。除咗命盤上嘅硬指標，一個人在偏財到嚟之前，喺生活當中都會出現一啲微妙嘅徵兆。我將佢歸納為橫財五兆少一，忽然變得唔想使錢。一個人在偏財到嚟之前嘅一段時間，會出現一種反常嘅心理狀態，對工冇晒興趣。平時見到咩都想買，但嗰排突然覺得冇咩意思。喺玄學上嘅解釋係，你嘅財富正在封閉同凝聚能量嘅過程中，外面嘅消費勒望自然下降。等呢段封閉期過去，財富打開，偏財就嚟。兆二突然收到好耐冇聯絡嘅人嘅信息，你有冇試過咁嘅經歷？好耐冇見嘅朋友、舊同事、老同學，突然有一日傳咗條信息俾你，然後傾下，對方隨口講咗句：呢排有單嘢，你有冇興趣一齊？呢個往往就係偏財通道打開嘅前兆。偏財必須要透過人嘅媒介先到你手上，所以唔好輕易忽略嗰啲無端端嘅問候。兆三發夢，夢到數字，好多人中獎之前會夢到一啲好清晰嘅數字，或者夢到自己喺度數錢、執錢計數。呢個喺命理學上叫財星入夢。如果喺8月份前後你有類似嘅夢境，不妨留意下嗰啲數字，佢唔一定令你中大獎，但可能會喺某個你意想不到嘅地方派上用場。兆四，耳珠發熱或手心發鬆，呢個前面提過。商學上認為耳珠同手心係人體陽氣同陰氣交匯嘅地方。當一個人嘅偏財運即將到嚟時，陰陽交匯頻繁，呢兩個地方就會出現明顯嘅熱感。如果你最近成日覺得手心發熱、耳珠發紅，唔使緊張，係好嘢嚟。兆五睇到呢度嘅時候，心裏邊有一種俾人講中咗嘅感覺。呢個唔係講笑。玄學入面有一個概念叫同頻共振。當一個人同某啲信息產生強烈共鳴嘅時候，就代表你同佢之間存在住某種磁場嘅呼應。如果你睇到呢度覺得我所講嘅每一條都同你有啲關係，咁你8月嘅偏財運好大機會唔會差。淨係講唔做係冇用嘅。呢一章我俾幾個每個人都做到，又唔使點使錢嘅偏財風水小操作。呢啲方法我自己試過，亦都推薦過俾身邊好多朋友試，反饋都幾好，你不妨都試下。第一個偏財方位佈局，8月份偏財星飛臨嘅方位係西北方。喺八雜風水同玄空飛星當中，西北方喺今年8月係一個財氣匯聚嘅位置。如果你有條件，可以做呢幾樣嘢。喺客廳或者辦公室嘅西北角放一個黃色嘅物品。黃色屬土，土生金，金主財，具體放咩？黃水晶球、黃玉擺件、銅製貔貅或者五帝錢都可以。最緊要係呢件嘢要乾淨完整，唔可以有破損，然後保持西北方嘅整潔同明亮，唔好堆雜物，唔好放垃圾桶，唔好堆放污糟衫或者廢棄文件。如果西北方啱好係你屋企嘅廁所，咁都唔使太擔心，你可以喺廁所門口放一塊黃色嘅地地，然後喺入面點一時長明嘅小夜燈，都可以起到一定嘅補救作用。另外，如果你有重要嘅財務決策要做，譬如同人傾合作、簽約做投資決定，盡量揀喺西北方位嘅房間入面進行，哪怕係臨時搬張凳坐去嗰個方位，氣場都會有微妙嘅分別。第二個，銀包嘅選擇同擺放，好多人唔知道銀包嘅顏色同材質都會影響你嘅財運。8月份屬金，金對應白色、金色、銀色，用呢啲顏色嘅銀包比用紅色或者黑色更有利於偏財嘅聚集，因為紅色屬火，火克金反而會削弱金嘅力量。材質方面，皮質好過布質，如果你用嘅係長銀包，銀紙係平放嘅，會比仔特銀包更好。因為銀紙唔會被屈曲，氣場更暢順。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小細節，銀包入面永遠放一張利身嘅100蚊紙，唔好使呢張錢唔係用嚟消費嘅。佢嘅作用叫做壓包。喺民間風水入面，呢個叫做留底錢，即係你嘅財富永遠有個底，唔會空氣場。
呢樣嘢好得意，你越係表現出你已經有啲嘢，佢就越會俾多啲你。你表現到空落吧，佢反而覺得你唔值得再俾第三個8月吉日嘅運用。以下幾日係8月份嘅偏財吉日，適合處理重要嘅財務事務、簽約、投資或者試客手氣。8月初3呢一日係財星臨日，偏財星嘅力量最強。8月11財富開門嘅日子。8月19偏財透出天干。8月26財神歸位。如果你係前面提到嘅暴富組生肖，建議呢幾日重點留意下手機上嘅各種通知訊息、電話，有好多嚟揾我睇盤嘅朋友都同我講過，佢哋嗰啲意外嘅收集機會，好多時就係喺某啲特定嘅日子入面突然之間彈出嚟嘅。你話奇唔奇？但如果你知道咗呢個規律，就唔會覺得係巧合啦。第四個，每朝早講一句說話，呢個聽落有少少遠，但我同你講，好多做生意、做投資嘅人都有呢個習慣。每朝早起身之後，洗完面，望住塊鏡入面嘅自己講一句：我今日會見到好機會。呢句說話唔係咒語，佢係一種心理農定。心理學上有一個概念叫選擇性注意，就係當你心裏面有一個目標嘅時候，你嘅大腦會自動幫你過濾走嗰啲唔相關嘅資訊，令你更加敏捷咁捕捉到同呢個目標有關嘅嘢。你同自己講咗，我今日會見到好機會。你出咗門口之後，你嘅注意力就會自動對嗰啲有可能帶來機會嘅人和事更加敏感。偏財係眾人之財，而眾人當中只有嗰啲準備好咗嘅人先接得住你。準備好咗，機會嚟到你先認得出，你未準備好，機會喺你面前行過，你都睇唔到。第五個，心態嘅調整，其實呢一點比起前面幾個更加重要。你睇下嗰啲真正偏財運好嘅人，佢哋都有一種共通嘅特質，就係佢哋唔零巴。點樣唔零巴？就係佢哋唔同錢鬥氣，佢哋唔會話點解我冇錢，亦都唔會話我一定要揾到幾多啲錢先得。佢哋就係保持一種敞開從容嘅狀態，錢嚟到我歡迎，錢冇嚟到我都唔焦慮。呢種狀態喺玄學上叫氣定神閒，而氣定神閒嘅人正正就係財神最中意靠近嘅人。最後我要專門演一張出嚟講點樣守住偏財，因為根據我咁多年嘅觀察，嚟揾我睇盤嘅朋友當中，有將近一半嘅人唔係冇偏財運，而係偏財到咗之後守唔住。你如果能夠將呢一張聽入耳，你已經超過絕大部分人偏財破財嘅5大陷阱。陷阱一，憑興式消費。好多人偏財一到手，第一個反應就係終於有錢啦，我要獎勵下自己，然後就買咗啲原本完全唔需要嘅嘢，車換咗，立買咗首期俾咗。3個月之後發現錢冇晒，每個月嘅貸款仲要自己還。呢個就係將偏財變咗負債。正確做法係偏財到手之後，同自己定一個冷靜期，至少30日唔好掂筆錢，等呢個月過去，衝動嘅感覺消退咗。如果你仲想使先再使，絕大部分時候30日之後你就已經唔想使。陷阱2，四圍宣揚。命理學認為偏財屬暗財，適宜收埋，唔適宜張揚。四圍同人講自己賺咗幾多錢，等於將財富道門又打開咗，今次係向外流。仲有隨之而來嘅借錢、投資邀請、道德金價。我親眼見過有人因為中咗一筆細獎放上朋友圈，結果跟住嗰個月接咗10幾個借錢嘅電話，拒絕邊個都得罪人。正確做法係學識一句說話，還好冇幾多，人哋問就呢一句，唔使多解釋。陷阱3，貪心加碼。呢個係最典型最致命嘅一個坑。好多人中咗細獎之後，心想既然我運氣咁好，咁我再加碼1倍，迷中更大咯。結果全部輸晒，因為佢嘅偏財運勢個窗口期已經過咗。偏財呢樣嘢，佢係有個期窗口嘅，窗口開咗你先接到，窗口散咗你就要收手。正確做法係見好就收，落袋為安。偏財嘅魅力在於驚喜，而唔係可持續。想要可持續嘅，翻去睇正財嗰部分陷阱。4，忽略身邊嘅人。有啲人喺偏財到嚟之後，心態發生變化，開始睇唔起身邊嘅人。
講嘢嘅語氣變咗，睇人嘅眼神變咗，甚至連屋企人都唔放喺眼內。你唔知道嘅係，當你嘅態度變咗，你嘅風水就變咗。風水一變，再旺嘅偏財運都會斷。因為偏財係眾人之財，佢嘅本質就係由人群當中嚟嘅。你對人群嘅態度變咗，呢個源頭就斷咗陷阱。忘記感恩。我唔係叫你去廟度上香，我係話對嗰啲喺你窮嘅時候幫過你嘅人表達你嘅感謝。一筆偏財到咗之後，拎出其中一小部分，請幫過你嘅人食餐飯，送份小禮物，唔係為咗回報，而係為咗提醒自己我冇變到。呢個動作本身就係喺度鎖住你嘅財富，因為你用行動話俾宇宙知，你係一個懂得感恩嘅人，你配得起呢筆錢，你配得起更多嘅錢。另外，我前面提到身弱不勝財，如果你對照之後發現自己屬於身弱嘅類型，都唔使灰心，有辦法補多啲做運動，提高身體質素。身體係承載能量嘅容器，容器大咗先裝到更多嘅錢。多啲接觸陽光同大自然，木火通明，能量自然流通。學下適當咁拒絕，唔好接超出自己能力嘅項目，唔好孭超出自己承受範圍嘅債務。幫自己請一個護身符，就係呢條片隔一段時間翻嚟睇一次，提醒自己唔好踩坑。講到呢度，今日嘅內容就差唔多啦。我哋嚟快速回顧一下。第一個特徵，命帶偏財透干，直覺準，人緣好，對錢敏感。第二個特徵，逢辰戌丑未財富被沖，8月重點睇生肖牛同埋出生喺龍12月嘅人。第三個特徵，面上氣息前兆，印堂發亮，耳珠發熱，夢見水。第四個特徵，大運流年偏財搭加3個條件滿足晒錢嚟揾你實操部分。西北方位黃水晶吉日選擇每朝早嘅心理暗示。避坑部分5個陷阱，一個冷靜期原則，一個感恩行動。最後想送大家一句說話，命裏有偏財係錦上添花，命裏冇偏財平安都係福。無論8月你嘅偏財運如何，保持心態平和，敞開積極，永遠係最好嘅開運方式。睇到呢度嘅朋友喺留言區留下4個字，偏財入庫，唔係為咗我，係為咗你自己。呢4個字本身就係一種正面嘅心理農定，你講咗出口，你嘅潛意識就會向住呢個方向去行。而且你知道嗎？當你打出呢4個字嘅時候，你其實係同所有睇緊呢條片嘅人建立一種同頻嘅連結。呢種集體意念嘅力量，遠遠比你自己一個人喺度默默諗嘢強大得多。所以唔好慳呢幾個字，佢使唔到你幾秒鐘，但可能會喺不久嘅將來帶俾你一份意想不到嘅驚喜。如果你願意嘅話，點個訂閱，以後每個月嘅財運變化、生肖提醒、避坑指南，我都第一時間喺呢度同你分享。我哋下條片見。